老友記，你近排有冇認真諗過一個問題？點解你買咗幾十年六合彩，連安慰獎都未中過？每次核對號碼，你總係差一個號碼，臨門一腳諗 Q，個波俾人截咗。你以為係自己運氣唔夠，但係其實個真相係你根本唔了解偏財嘅運作原理。買六合彩絕對唔係一個純隨機嘅數學遊戲，而係一場你個人磁場同財神爺之間嘅能量共振。你嘅銀包，你揀號碼嘅習慣，你出門前嘅精神狀態，每一樣嘢都直接影響緊你有冇機會接住筆還財。我成日都講，揾錢靠能力，偏財靠天意。天意唔係亂嚟，係有數得計，有方位可尋，有能量可借。如果你近排都覺得求財不得，運氣反反覆覆，甚至每次對完飛都有一種差少少嘅沮喪，咁你今日真係嚟啱地方。你唯一要做嘅就係放低以前所有錯誤嘅觀念，俾自己一個機會，重新學一次點樣同財神爺同步。因為一陣間我會由最根本嘅偏財磁場講起，然後話你知。有兩個生肖喺下半年係最容易被老天爺保佑中千萬。最後我會將揀號碼嘅終極秘密，包括嗰5個關鍵數字，全部話俾你聽。但你要有心理準備，第一個要改變嘅就係你對橫財呢2個字嘅認知。等我哋由頭開始，一樣一樣拆解。你準備好未？坐定定，唔好行開。你首先要明白。點解有啲人打份工，收入好穩定，但係一買六合彩就輸到頭都大？又有啲人好似係成日都撞彩，明明只係是但填幾個號碼，偏偏就中到應一應。呢個分別就係正財同偏財嘅能量場完全唔同。正財係土金能量，代表你每日返工放工用勞力同心血換翻嚟嘅穩定收入。呢種能量係沉穩有計劃，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嘅。但係偏財亦即係橫財，係一種水火能量，佢係突然間爆發出嚟嘅。講緊嘅係機遇，係直覺，係嗰種唔知點解就係覺得要買呢幾個號碼嘅衝動。問題在於好多人用處理正財嘅方法去處理偏財，你份人太緊張、太計較、太用力，反而將嗰種輕盈嘅橫財能量嚇走咗。咁點樣先可以令自己變成一個容易接橫財嘅人呢？你唔使急住去揾號碼，第一步係觀察你自己塊面，你有冇橫財命？其實塊面一早講咗俾你聽。你而家拎塊鏡出嚟望一望你個鼻，鼻頭呢係主正財嘅，而兩邊鼻翼就係蘭台同廷位呢兩塊肉，直接代表你嘅偏財同橫財。如果你鼻翼飽滿有肉，輕輕掂落去有彈性，而唔係又薄又削，咁恭喜你，你天生已經有一個接橫財嘅底子。但係單睇鼻翼未夠，你要睇埋氣息。如果呢排你照鏡發現自己印堂，即係兩條眉毛中間嗰個位，又或者係鼻頭泛起一種微微嘅黃光，或者係有怨雜感嘅紅光，而唔係暗噏灰灰沉沉，咁你就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。呢種光就係你嘅磁場喺度高速運轉緊，代表你近期嘅吸引力好強。呢個時候你落注中獎嘅機率係平時嘅好幾倍。不過面相係其一，手相就係其二。你打開你隻右手望下無名指下面嗰個位，有冇一條垂直或者斜斜地嘅線由手掌底部伸上嚟，向住太陽丘嘅方向走？呢條線有人叫佢做太陽線，但係我哋精準啲講，佢就係你嘅偏財線。如果你呢條線又深又長，冇斷開而且清晰，咁你直覺會好準，成日會有啲第六感彈出嚟，話你知邊個號碼啱。如果你冇呢條線，或者條線好淺，都唔使灰心，因為偏財線係可以靠後天嘅習慣去養出嚟嘅。關鍵就喺你點樣對待你張彩票。呢度就要講到一個富人同普通人之間最大嘅分別。
富人佢哋買彩票，甚至買任何同財有關嘅文件，絕對唔會求其塞落褲袋，張飛郵到就晒。你記住，一張彩票唔係一張廢紙，佢係你嗰一刻財氣嘅載體。你將佢郵到一嚿嚿，代表你不敬財，財神爺見到都即刻擰轉面。富人點做？佢哋一定會用一個紅色或者金色嘅利是封，將張彩票平平整整咁樣裝好，然後放入一個黑色或者啡色嘅長銀包裏面。點解要咁做？因為黑色同啡色五行屬水，水為財，長銀包代表財，唔會屈住。利是封就係一個鎖財胎，將你呢一注嘅橫財能量緊緊鎖住，等佢唔會漏氣。你由今日開始試下用呢個方法對待你每一張六合彩飛，你會發覺你對錢財嘅尊重開始改變咗你成個磁場。好啦，講到呢度，你已經明白咗自己嘅橫財指數有幾高，亦都學咗點樣用一個富人嘅態度去敬財。但係你一定會問，咁我到底要揀咩號碼呢？邊個月份去買會最旺？呢個問題嘅答案就同天時同你嘅出生季節有好大關係。不過喺我教晒所有人點樣計自己嘅專屬號碼之前，我要先講一個好震撼嘅天機俾你聽，就係喺今年，即係2026丙午馬年嘅下半年，有2個生肖嘅人，佢哋嘅偏財磁場係被太歲直接加持，佢哋係屬於被老天爺揀中去接大財嘅一群。如果你咁啱係呢2個生肖其中一個，你等陣聽到嘅每一句說話都要用紙筆記低，但如果你唔係，你都一定要聽埋落去，因為呢個原理會令你明白五行合局嘅力量有幾咁驚人。而呢種力量，你一樣可以透過我之後會教你嘅號碼配對法去間接借用。呢2個生肖就係屬狗同屬羊。點解係佢哋？我而家就同你深度拆解。屬狗嘅朋友，你嘅地支係戌，今年係丙午年，地支係午，午係火，而且係好猛烈嘅大火。你嘅戌呢，本身係燥土，但係裏面藏咗丁火同辛金。當戌遇上今年嘅太歲午火，就會形成一個好特殊格局，叫做午戌半合火局。半合雖然未係完全嘅3合，但係呢種力量已經足夠將你命裏面嗰啲隱藏嘅火氣全部扯出嚟。火係乜嘢？火就係偏財嘅催化劑啊！尤其係立秋之後，下半年嘅氣開始有少少收散啊，金水之氣慢慢燉出嚟。呢個時候你個午戌火局就會演變成一種水火既濟嘅完美狀態。火有咗水去平衡，就唔會燒乾你嘅正財，反而會變成一種極度精準嘅直覺力。屬狗嘅你喺今年立秋之後，你會發覺自己成日都心喐喐，無端端會想行去某個投注站，或者夜晚發夢會夢見一啲數字，醒咗之後個心仲跳得好快。呢啲唔係偶然，呢啲係你嘅元神喺度接收緊宇宙信號。而且戌狗本身嘅特性係忠誠，係穩陣，係有種咬住唔放嘅執着。當呢種執着放喺買6合彩上面，你就會變成一種唔中唔烏幽，但係又唔係亂嚟嘅神奇專注力。呢種專注力正正係偏財最需要嘅磁場聚焦。所以屬狗嘅朋友，下半年你唔使四圍問呢，你只要保持心境平靜，多啲留意自己第一個念頭跳出嚟嘅號碼，然後用我等陣教嘅方法將佢組合出嚟，你嘅中獎機會係12年來最高峰嘅一次。咁屬羊嘅人呢，未羊同太歲午馬係另一種更加直接嘅關係，叫做午未六合。六合呢係12地支裏面最和藹、最親密嘅一種極昂，佢代表住貴人，代表住合作，代表住一種無端端有人送錢過你使嘅暗財。屬羊嘅人本身性格比較溫柔，但係有時會猶豫不決，想買又唔敢買。但係喺午未六合嘅年份，你身邊會突然間出現一啲好熱心嘅朋友、同事，甚至係屋企人，
佢哋會主動撩你一齊夾份買六合彩，或者係無意中講咗個號碼出嚟，而你只要跟住去做，就會有好事發生。呢種就係貴人送財嘅力量。而且羊嘅五行屬土，同時係木庫，太歲五火係印星，印星代表長輩，代表保護，即係話下半年你係被老天爺隻手印住，即係照住。所以屬羊嘅朋友，你唔好再一個人孤軍作戰，要打開心扉，聽到人講數字，你唔好質疑，跟少少玩下，反而最容易有意想不到嘅收穫啊！不過無論你係屬狗嘅半合火局，定係屬羊嘅六合貴人，你都要記住，你哋只係比其他人多咗一股天時嘅力量。呢股力量要落地，最終都要配合你個人嘅地利，亦即係你一出世嗰個季節所帶俾你嘅五行需求。呢一點非常關鍵，因為好多人就算行緊好運，揀錯咗號碼，一樣會將財神爺拒諸門外。所以你而家精神要更加集中，因為接住落嚟，我要公開一個無論邊個生肖、邊個季節出生嘅人都用得着嘅5大號碼推算系統。呢套系統源自最古老嘅河圖洛書，同埋我呢幾十年研究嘅臥命學。只要你跟住步驟做，你就可以精準計出最旺你嘅5個數字，然後將佢哋放落你下期六合彩張飛度。但係喺教你之前，你要先明白一個概念，你一出世，個天就俾咗你一個五行嘅缺口，呢個缺口就係你一生人最需要嘅能量。春天出世嘅人，你咪喺到五行木旺，但係就最缺金。夏天出世嘅人火係最猛，但係就最缺水。秋天出世嘅人金係最利，但係就最缺木。冬天出世嘅人水係最寒，但係就最缺火。你買六合彩揀號碼嘅時候，如果能夠填補你呢個缺口，你就等於同天地之氣同步，你個磁場就會由漏財變成吸財。呢個理論聽落好遠，但做落去其實好簡單。你準備好未？我而家就同你拆解。先講春天出世嘅朋友，即係西歷2月19號到5月4號左右出生嘅，你嘅命格木氣太盛，木克土，而土係你嘅財，所以你要用金去斬斷過多嘅木，先可以保護到你嘅財富。金嘅數字喺河圖洛書裏面係2同9， 4代表小陰金，9代表老陽金，兩個加埋就係最能夠生旺你現金流嘅密碼。所以你買六合彩最基本嗰兩個單數一定要用4同9，但係單數組合有限，你要將佢擴展成雙位數去用。點做呢？好簡單，你用4做開頭，9做結尾，中間用其他同金有關嘅數字去配搭，例如就濕走受合4、九濕4，呢啲都係好強烈嘅金數。如果你係夏天出世，即係西龍5月5號到8月7號，你最大嘅問題係個火局太旺，火旺就會燒乾你嘅錢財。你一定要用水去降溫，水嘅數字係1同6，天一生水，地6成之，呢兩個數字係你嘅救命符。你揀號碼嘅時候一定要包含1同6，雙位數你可以用11、16、66、61，又或者係21、26、31、36，總之見1同6，就係將北方坎水嘅能量引入你個財富度。到咗秋天出世嘅朋友，西龍8月8號到11月7號，你本身就係金旺，金係你嘅利器，但係金多就會劈木。木係乜嘢？木係你嘅生機，係你將財富發大嘅原動力。所以你最需要嘅係木，木嘅數字係3同8，你可以揀3合3、3合8、83，又或者用13、18、23、28呢啲組合，等春天嘅震木能量幫你將個財局生發開去。最後冬天出世嘅朋友，西年11月8號去到下一年2月18號，你一出世就俾寒水包圍，你最需要嘅就係一團火去溫暖你個冷局。火嘅數字係2同7，地2生火，天7成之，
你用2同7做膽，配搭出2咪2、27、72、77，又或者係12、17、32、37，呢啲數字就係你嘅財富火種。好，咁你而家已經有咗2個最基本嘅本命數字，再加埋我頭先叫你用雙位數擴展出嚟嘅組合，你手頭上應該已經有3到4個好有力量嘅號碼，但係仲未夠，因為我哋而家身處緊一個好大嘅天運入面，就係由2024年開始，一直去到2043年嘅9運離火大運。呢個大運嘅磁場係成個地球最強大嘅能量場，你唔用佢，你就等於逆水行舟。9運嘅當運數字係9同8，9代表離火，係未來20年嘅主角。8代表艮土，係火嘅食神，即係話火生土，土又係財，所以8係一粒好穩定嘅當運財星。無論你係邊個季節出世，你買6合彩都一定要將9或者8加入你嘅號碼組合入面。最理想嘅做法係你從頭先個剪出嚟嘅3到4個數字入面，再揀一個出嚟同9或者8拍住上。例如你本身缺水用咗16，咁你就加一個9變成16同9，或者直接買29、89都得。呢一個第5個號碼嘅概念就係將你個人嘅小磁場插上咗呢個20年大運嘅超級電源。你諗下，同一注飛，人哋得自己嘅運，你就有自己嘅運，再加天運，你話邊個會中？不過我要提醒你一句，號碼揀得啱，只係完成咗一半嘅功夫。有啲致命嘅禁忌，你一犯，就算俾個天跌落嚟嘅號碼，你都接唔住。呢幾個禁忌，你一定要用個心記實，因為佢哋係無數人用真金白銀換翻嚟嘅教訓。首先，我頭先已經提過，絕對唔可以用不正之財去買彩票。咩叫不正之財？借翻嚟嘅錢，同人爭拗之後得翻嚟嘅錢，甚至係你心入面覺得有少少對唔住人而得翻嚟嘅錢，呢啲錢本身帶住負面磁場，財神最憎就係呢種氣。你用呢啲錢去買6合彩，你嘅磁場注定同佢哋相克，你買幾多輸幾多。第二，千祈唔好張張彩票自喜或者遊就，呢點你已經知道原因。因為你而家明彩票就係財氣嘅化身。第三，你要小心揀投注站，你買飛之前望一望間投注站四周，如果佢正對住垃圾站、污水渠，或者係喺啲好陰暗污糟嘅後巷，你千萬唔好行入去。呢啲地方夜氣好重，會直接污染你嗰一刻嘅偏財磁場。你應該揀啲光線充足、門口開揚，最好係向住你屋企正南方或者正東方嘅投注站。點解要係正南同正東？原因係9運嘅正財位喺正南，正東就係9子火嘅生氣方。呢2個方位都係旺氣最集中嘅地方。咁你出門口之前仲有一個好勁嘅小法門，可以令你成個氣場即刻提升。呢個就係掌心借運法。你做呢個動作前後唔使1分鐘，你拎一支紅色嘅原子筆或者黑色嘅毛筆，喺你左手嘅手心寫一個丙字，丙火就係9運離火嘅代言人，佢代表太陽，代表光明正大嘅財富。寫好之後，你慢慢握住個拳頭，想像有一團光俾你鎖咗喺手裏面，跟住你出門。成個過程你唔好打開左手，直到你行到去投注站，拎張飛出嚟畫號碼嗰一刻，你先慢慢打開隻手，然後將你心入面準備好嘅5個數字一氣呵成畫落去。呢個動作其實係一種自我催眠同能量導引，佢會將你全身最集中嘅意念透過呢個丙字灌注入你張彩票度。你試過一次就會明白嗰種有信心唔手震嘅感覺，同你平時亂填號碼係完全兩回事。聽完頭先嘅方法，你就會發覺原來有錢人守財
偏財旺嘅秘密真係好簡單，冇人會將銀包當成垃圾袋，亦冇人會求其對待自己張彩票。只要你跟住我哋今日教嘅3個步驟，首先出門前在左手心用紅筆寫一個丙字。第二，向咗着正南方或正東方嘅投注站出發告敗。第三，買完用乾淨嘅利是封平整裝好，鎖喺銀包最深嘅夾層。成個過程唔使5分鐘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掌心借運法同生肖號碼實用，請你先幫手點個讚。呢個動作係對我哋嘅肯定，亦係為你自己嘅偏財磁場注入第一個光明信號。如果你唔肯定自己出生季節對應邊一組數字最準，或者想知道你嘅生肖喺下半年有冇特定嘅橫財大吉日，記得喺下面留言區寫低你嘅生肖同出生月份，我哋同好會嘅幾位資深師兄會逐一同你分析，等你唔使自己估下。最後將呢條片分享俾身邊成日腎漏財存唔到錢嘅親友，你幫人補財富，自己嘅財氣自然會更旺。記得訂閱埋我哋頻道，打開小林東揀全部通知，下半年我哋一齊鎖死財富，大吉大利，一齊發，我哋下集見。